美 NCAA 男篮赛今天进行史诗一战，在怪物新人威廉森夺得32分、12篮板带领下，杜克以77比76险胜有228公分超级长人佛尔坐镇禁区的中佛罗里达，闯进甜蜜16强。全美大学体育联盟 NCAA 男篮锦标赛季后赛3月风持续延烧，这次夺冠大杜克大学 Duke 例行赛31胜5败，成为季后赛东区头号种子。今天对上例行赛24胜9败，名列第9种子的中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， 简称 UC。杜克拥有被看好具美国职篮 NBA 选秀状元潜力的前锋威廉森 Zion Williamson， 今天打完上半场，以44比36领先有身高7尺6寸、约228.6公分、中锋佛尔 Taco Fall 的中佛罗里达。下半场中佛罗里达打出7比0开局，将落后缩小到1分差距，之后两队便不断拉锯。比赛尾声，在泰勒 BJ Taylor 砍进3分球后，中佛罗里达以70比68超前。威廉森虽替杜克扳平战局，但道金斯 Aubrey Dawkins 随即跳投得手，让中佛罗里达再以2分领先。威廉森急着替杜克追分的情况下，被吹了进攻犯规，中佛罗里达靠佛尔的灌篮，将领先拉开到4分。中场前1分41秒，瑞迪许 Cam Reddish 砍进3分球，杜克将落后追到剩下1分，但泰勒2罚俱中，让中佛罗里达握有3分领先。随后威廉森一次大转身单挑佛尔，不但顺利将球抛进，还造成佛尔犯规，让他犯满离场。威廉森加罚虽未罚进，但巴瑞特 RJ Barrett 适时补进，让杜克1分超前。最后一波进攻，中佛罗里达握有球权，泰勒切入后的抛投没进，道金斯飞身第一时间补篮，但球在篮筐转了一圈却未进，让杜克在惊涛骇浪中以1分之差险胜中佛罗里达，惊险晋级16强。杜克威廉森今天攻下全场最高32分，另有12篮板、4助攻、1抄截成绩。投进制胜球的巴瑞特攻下16分，瑞迪许、琼斯 Trey Jones 分别攻下13分、11分。中佛罗里达阵中3人得分达2位数，错失当制胜英雄机会的道金斯同样攻下全场最高32分。下半场表现出色的泰勒攻下15分，佛尔则有15分、7篮板、3助攻成绩。